一覺醒來，野蠻人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鬧市的十字路口，車輛呼嘯着從他的身體穿過，大貨車、計程車、吉普車和摩托車快速穿越，鳴笛聲回環往復，形成一道障壁，將他重重圍困。車頭燈照在他身上，黃色的光線穿過他的身體，射到遠處的鐵柵欄。野蠻人感到迷迷糊糊，四周光線暗淡，影像不斷旋轉，讓他無法定下心神。他感到腦袋異常沉重，身體向下沉去。他勉強張開眼睛，看見一些陌生的事物，一時間不明所以。他不知道自己是誰，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。他怔了一怔，知道自己依然身處夢境，便閉上眼睛，打算再睡一會兒。然而，四周的氛圍讓他感到越來越不對勁。他並沒有再次入睡，而是腦筋越來越清醒。他猛然睜開眼睛，以驚訝的目光將世界掃視一遍。他呆了一呆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這是什麼地方？他以手撐地，挺直腰板，才發覺自己並不是躺在床鋪上，而是坐在厚實堅硬的混凝土地面。他用力搖了搖腦袋，又用手掌輕拍前額。我又在做奇怪的夢了。他忽然發現自己的手掌呈現半透明狀態，無法如常地看清手指和掌紋。他望着手掌發令，才發覺自己全身都是半透明的。忽然一陣卜卜的聲音朝他發出，一輛混凝土攪拌車朝他衝過來。他大吃一驚，從沒有見過此等巨獸，連忙翻一個身，避過車輛。此時，一縷淡淡的黃色光芒越過山巒，照到野蠻人身上。他知道那是拂曉的色彩，才定下心神。那是他今天看見的第一種認識的事物，不禁抬頭朝東方望去。陽光的溫煦，是他最熟悉不過的感覺，這讓他稍感安心。黎明的陽光逐漸變得刺目，他以手遮擋，發覺手掌不再呈現半透明，而是實實在在的一雙手。就着晨曦，他終於清晰地看見自己的手指和掌紋，感到十分熟悉，心底裏也開始踏實起來。他又將手掌反過來，看見手背黑色濃密的毛和突出的指骨，用力攢緊拳頭，知道那是一雙有力的手，一雙屬於自己的手。這時候，鬧市的十字路口，車輛越來越多，有運送速遞的，有裝滿蔬菜的，有擠滿海產的，有送小孩子上學的。人行道上亦開始出現零星的通勤人員，有的披着西裝外套，有的穿着高跟鞋，有的提着高級皮包，有的拿着一大沓文件。他們站在十字路口，等待過馬路。隨着一陣急速的嗒嗒嗒，綠燈亮起，行人開始過馬路。他們忽然看見前方出現一個高大的身影，不禁怔了一怔。一個身材高大壯健的男人站在馬路上，一臉茫然若失。只見他的頭髮粗硬濃密而蓬鬆，絡腮鬍子將臉頰遮蓋大半。他的臉稍顯方形，鼻子寬，嘴巴大，眼睛圓圓的，似乎望着什麼，卻又並不望着什麼。他的皮膚黝黑粗糙，身上披着一張獸皮，手持一根骨杖。人們以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，有的一臉驚恐，慌忙躲避，有的停下腳步，好奇地打量着他。一個年輕女人遲疑着停下來，於朋友間炫耀相片的幻想掩蓋了他的恐懼。他大着膽子拿出手提電話，草草拍了一張照片，急步離去。野蠻人忽然間看見那麼多怪模怪樣的人在身邊經過，亦是一臉驚恐。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遇上一大堆陌生的人，讓他滿腹狐疑。他們的皮膚過於白色，嘴唇過於紅潤，那套黑色西裝、窄長褲和高跟鞋的搭配更顯詭譎。另一邊，一個年輕人踏着滑板橫過馬路，
他看見野蠻人，擠了擠眼，開心地大笑起來，吹了一聲口哨，揚長而去。媽媽，媽媽，你快看！一個小女孩指着野蠻人，大聲叫嚷。母親說道：是啊，今天是萬聖節。她牽着小女孩的手，對着野蠻人微笑點頭。這時候，綠燈開始閃耀，人們快步穿過馬路。野蠻人疑惑地望着鐵柱上方的綠色眼睛，急速眨動，也就隨着人群離開馬路。